速度很快，速度很快，对，应该更稳定吧？更稳定。对啊，上网速度比较快。速度快吧，还有就是下载比较快。便利的地方，导航吧，因为就是现在有时候导航还是不太准，就是像地图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就是可能有些地方要改路，可是地图没有显示出来，这样子。这个沙仑的智慧绿能科学城也要来启动，是太阳能光电的余电共生，也是先从台南开始。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比较智慧化的一些发展，虽然是一个古城，但是有新的一些发展的 idea， 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这个自驾车，甚至无人机，还有在医疗以及智慧城市方面，大概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也符合了我国数位国家创新经济发展的一个行动方案所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5G 时代来临，不过你知道吗？5G 除了让你的手机变快之外，它还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域哦。台南市政府结合民间业者，带着各自的顶尖技术，组成5G 台南队，进而拓展到全世界。5G 在台南发展，对台南人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市民朋友不但能在台南各个场域体验到5G外，将来研发中心设立在台南，还能带来就业机会，让台南成为名副其实的智慧城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5G 就是好像看起来让人觉得说啊，3G 过了就要4G，4G 过了要5G。其实坦白讲，中间有很多科学的成分在里面，而且很重要的是。5G 的发展可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一个实际的应用，很多的发展是在我们应用端中间一边应用，而且可以衍生出其他的想望出来。就如同当初的4G， 我们觉得4G好像比3G 快100倍，然后但是4G 在整个应用端它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台南市能够跟许多的国家队组成这样5G 的整个应用，能够超前部署、拔得头筹，我们个人觉得非常好。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7月2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新闻。电轻三杯羹对7月10号开始上市以后，竟然出现假冒。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就来质疑三杯羹糟蹋人民无好用。其中议员李宗成竟爆料，伊朋友的店家因为收到假，互已经拒绝了后，民众要摕三杯羹来消费。会中包括议员王家珍、蔡淑惠、李宗成、罗坤豪甲柯志春等人，上午伫议会针对三杯羹的发放过程，不只互民众搁爱辛苦排队领收登记，真侪无营业登记的店家嘛拢无配合，所以敢真正好用，使人怀疑。加上后续付出邮局人员的加班甲经历成本，强烈批评根本是无良卷，互人民三杯疲劳。甚至传出已经有假，互商家去银行换无钱，搁爱做笔录。为什么一个简单的事，糟蹋人民、糟蹋乡亲的力气、糟蹋人民的时间、精神，到如此这般的地步？商家他在短暂的接收时间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去分辨。拿到银行去兑换的时候，银行说你这是假的。我有个朋友，因为收到假的3倍券，他在他的门口直接贴说，从即日起，本店拒收3倍券。因为相信说，现在我们安南区有很多的店家都是小额店家，有些阳春面的也好，饮料店也好。那我好不容易卖了1碗面出去，我收了200块，最小的面额200块。好不容易收了200块，拿去银行换的时候说，哎，拍摄你这是假的，袂当换现金。那辛辛苦苦，他们好不容易想说，
政府为了发3倍券，让我们基层的这一些店家可以有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结果现在收到假的，了钱没打给，搁去银行，搁去用拍钱。印加3倍券的钱花了10多亿，结果效果是这么不好。当时要做的时候，在野党都一直要求你们不要这么样做，还是一意孤行。纵然现在做下去了，后果他也不敢出来承认，说啊我们错误。哪有这种政府啊？靠这种政府啊？这叫做3倍券吗？这个是3倍疲倦吧？会中议员纷纷提起分别伫超商甲邮局所领的3倍券来观察，结果发现不止铺水银的位置无同，甚至有的根本无。至于为何行政院会当家己印制，临时委托中央银行印制厂，所以到底如何分别3倍券的真假，真正无傻傻，要求糟蹋人民的苏贞昌落台负责。苏贞昌道歉下台。苏贞昌道歉下台，苏贞昌道歉下台。台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前警察局长左右为被换掉的风波，伫新任局长就任以后也被停止，因为国民党依然坚持不爱让新局长到议会备询，甚至拒绝拜会。对此，局长郭信良上午嘛公开表示尊重各党团的意见，伫议会也无强势进前拒绝局长备询。新任警察局长詹永茂伫顶礼拜5交接上任，不过因为多数议员拢伫澎湖参访，国民党团第一时间也发表因为不满苏贞昌坚持换掉民调第1名的前局长左右为，所以扬言不互新任局长进议会。开始这几天，新任局长打算拜会议会拢被拒绝，议员蔡淑慧甚至认为伊的身段无够柔软。同时，议长嘛公开表态尊重议员的决定。我想，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我们新的警察局长，但在媒体上看到他的官威是很大哦。再三的跟分局长提到说，再有枪案的话，分局长要下台。针对这一点，我个人是非常的不认同哈，因为一个刚上任的局长。谦卑不知道，甚至对台南市的治安也不是很了解。如果说以周局长被换下来的一个标准条件来说，我想新任的局长应该要以事负责，再有枪案他自己应该要请辞哈，这样子才是对我们台南治安的一个这种负责任。现在包括国民党也开记者会啊，不止一次啊，在猛烈的反对这个局长。上任的这个议题，包括呢，民进党呢，那更呢严谨，而且出的话呢也非常的重，这个局长呢包括排除不要进议会。那无党呢，这个也是这种意思。那我身为议长呢，包括国民党、民进党、无党都有这个共识的情形之下，我也应该要遵照所有议员的意见，纳入我的考量。他们说考量呢，前任的局长。做得那么的好，将整个的治安呢维持在全国民调的第1名，要获得《远见》杂志的治安满意度第1名，这个不简单的人，包括《中国时报》，那第1名的局长都可以随便给他换掉了，那还有谁敢在这边打拼？那基层远警的打击那么的严重，对这些警政的士气的打击真的无法想象哦。所以这些议员的反对呢，其来有自。那我们原则上，我身为议长就尊重所有议员，在所有党团议员呢，在还没有受到任何的协调和接受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见这个局长的。民进内力拢曾经大动作开记者会，反对前警察局长左右为被换掉。不过，无党联盟则认为陪加新的局长无意思，这是中央指派，甲伊无关系，无愿意加做评论。没有做错的要下台。至于那个记过的要升官，他的论点是指向那个总统府那个苏烟案那个上校记过又马上升那个少将，所以国民党的标题是这样关于那个新的警察局长来台南的，我们无党联盟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毕竟这个不是他的错嘛。这个是高层指派他下来
当台南市的局长，所以我们无党联盟不参与这个抵制这个那个局长来议会啦。面对新任警察局长被议会反弹的声音，市长黄伟哲则表示，詹局长只是奉派执行职务，那种气拢出伫身躯顶，并无公平，要求何局长受监督，做好治安，才是市民上大希望。电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市府为了拍通6家甲瓜田地区的交通路网，积极向中央争取开辟6家西平外环道路，总共要投入6亿外。而第一期道路工程今年4月完工以后，第2期嘛伫7月20号正式动土。期待该工程完工以后，会当大大减少交通的塞车，嘛建立当地完整的交通动线。 6甲西平外环南段道路经过6甲区以及瓜田区，总长2公里外，分3期开发，总经费大约6亿3000多万。第一期工程北起中华路甲和平街路口向南延伸，工程伫今年4月完工。第2期工程嘛，伫咧7月20号正式开工动土。内政部常务处长邱昌月、营建署长吴新修、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也拢欢喜出席动土典礼。 第1层开工顺利，顺顺利利。今天真的是很高兴能够在2次流标以后啊，我们台南6甲西侧的外环道路工程2期南段的部分能够在今年5月21号顺利完成发包。那同时选择在今天这个黄道吉日我们来举行开工动土典礼各位乡亲很热情的来到这地方，我们能看得出。 你们各位乡亲对这条道路有很高的期待第2期工程虽然历经2届流标，最后终于将工程顺利标出。对此，市府嘛非常感谢中央挹注8成建设经费，希望会当为台南民众带来更较便利的交通。足细条的啦，这要拓管拓到这个会做足好的啦，这交通足方便的啦。 对你处理也较方便。这个工程对于地方来讲是足重要，因为对南来北往的咱的车辆以及过境的道路的车辆，以及咱在地要去高速公路的车辆，拢有相大的帮助。所以呢，中央就看到这一点，是谢谢中央的帮忙，在整个工程经费里面补助了82%，大概是1亿2500多万那地方出了18%，大概2800多万。 那总之，一切都是服务台南市的民众，加咱的过往的旅客。那希望说这个工程也当如期如职，能够最好能够提前工程说要370天，但是我们生态营造应该是很强的，所以应该是可以提前能够完工，早日来服务市民的交通。第3期工程目前由内政部营建署南区工程处设计当中，未来3期工程伫完成启用后，将会当减轻市道165线以及南180线等另外道路交通负担，并会当提升该地区的交通环境，对着地方整体经济以及观光产业发展拢有正大的帮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大甲区的林凤营近年来因为路易上的美景吸引人，但真侪民众可能唔知影，当地也有一座100年历史的抽水站。虽然荒废足久，不过经过市府甲各界努力，目前已经将这座抽水站修复完成，呈现伫正人面前。3、2、1，正式启动！掌声鼓励！你看咯。 这就是早期还未有乌山头水库的时阵，咱就是用车埔边的抽水站抽水。庄心伫6甲林凤营车埔边的100年抽水站，推估是伫咧日本时代建设，原本已经荒废多年，后来因为文资处整理嘉南大圳史料，才重新被发现。但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无法度启动。经过文资处、6甲区公所、林凤社区发展协会等多方努力，最后伫嘉南农田水利会协助之下，终于将这座具有历史价值的抽水站修复完成，再度重现伫众人眼前。像这个青埔皮抽水站，经过修复之后，它可以执行抽水的功能，就重现当年的历史现场。在江良大郡完工之后。 农民怎么样子使用青埔皮的这个水来做灌溉？那怎么样运用这个嘉南大郡从乌山头引水来这个灌溉农田的？那所以这个
这个青埔皮它的功能就变成活灵活现了。尤其青埔皮抽水站，它有一个历史的文物的功能，所以待会儿大家去看就可以看到许多这个文物上值得我们一观察再观察的事情。那这些都不是只是静态的陈设，是动态的一个运作。青埔皮抽水站内部保留古早机器发动机以及飞轮零件，是少数原地保留，而且具有动态展示的古早抽水机。不论是参观翕相，或者是学校教育推广，拢非常适合。有兴趣的民众，嘛当向林凤社区发展协会报名参观导览。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由担市慈历史上美学管理协会结合议员林美燕甲妇女联合会以及静心成基等单位，18号上午伫台大学举办防疫新生活宣导，现场免费甲大家烘棒仔水、甲手工的徽章制作，去袂少亲子共同参加。主办单位慈历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理事长王丽婷表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舒缓，配合防疫新生活，为了让民众用上经济的方式达到清洁防疫的效果，18号上午特别结合议员的服务处、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以及幼儿教育发展协会等，共同举办防疫新生活，教导妇幼团体做防蚊液加手工纱纹的制作。面对我们的防疫新生活真的非常感谢2个单位他们所主办的活动，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如何面对防疫新生活应该准备什么，而且我们要正确的观念。妇幼福利政策里面，我们办的活动是针对防疫防护，还有我们的一些妇幼的亲子的一个个人的卫生哈。那我们现在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这次的协办单位，我们妇联会啦，还有我们美业议员啦，还有我们台南大学育成中心哈。那我们台南大学这次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这次办了这个防疫的一个新的活动哈。这个新的活动里面，我们希望说能够带给我们亲子的互动以外呢，还带给我们这些市民在我们的个人卫生，平常就从常洗手，这是非常重要。还有我们要社交距离，还有我们要将来在团体里面公共场所要戴一个口罩哈。那对这个来讲的话，还养成他们在这段时间的活动里面，可以让他们做到个人卫生，怎么去把这些卫生的用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这是我们办的活动最主要的目的。今天台南市妇女联合会能够协办这样子一个防疫新生活的活动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宣导大家可以保护自己然后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在平常的时候就会常常勤洗手然后呢戴口罩啦然后呢维持一个社交距离。那也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亲子活动大家来做香皂然后来个防疫那个防蚊液这些的，然后也宣导登革热那也很开心今天有这么多的市民朋友我们的亲子。然后我今天也带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啦以及我们安亲班的家长一起鼓励他们来参加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制作进前，主办单位嘛透过影片教导小朋友正确的洗手观念，并且实地示范。接煞嘛教导每一队的报名参加的亲子如何制作手工纱纹，对造纸的切片搞加热，并且加入家己喜意的精油来做调和，做出每一位独一无二、家己喜意的手工纱纹。另外，为了增加亲子的互动，主办单位现场邀请婆婆妈妈们实地来体验美容的课程，由小朋友来担任美容师，在协会成员的指导下，免费帮婆婆妈妈做面部的清洁加美容，
互亲子会用行出户外，放松心情，欢喜体验这种的防疫新生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应暑假以后，加上警察局新任局长上任，市长黄伟铁17号暗时带领市府相关单位执行青春专案，针对青少年容易组织甲妨害身心健康的场所进行强力稽查，嘛宣示打击犯罪决心。台南市警察局长詹永茂17号上午才拄到接上任，暗时配合市府的联合稽查小组进行暑假的青春专案。头一届联合稽查行动，这届行动结合警察局甲市府12个局处，总共150多名联合稽查人员，伫个市长黄伟铁的带领，针对青少年容易聚集甲妨碍身心健康的场所进行大规模的临检。今天是詹局长上任后，马上雷厉风行的对于特种8大营业场所来进行临检的勤务，尤其暑假已经开始了，很多青少年刚放暑假的时候难免会比较松懈。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次临检的工作，能够一方面宣导正确的这个暑假的生活，另外一方面防疫新生活的一些规定也要遵守。第三，如果说过去曾经发生过斗殴或是发生过治安事件的一些特殊营业场所，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查。避免一些不良的分子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活动在那边发生。文化古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枪杀案件？是这些设施我们一定要针对这些问题，对于可能会涉及枪击案件的这些这个帮派甚至于帮派既以为生的经常发生这个枪击斗殴的这些处所，我们一定要来强力扫荡。伫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的轻情会议以后，联合稽查人员嘛针对舞厅、钓虾仔场、甲电子游乐场、拍物等列管的场所实施联合稽查。新上任的警察局长詹永茂嘛陪同市长到辖区内的舞厅来巡视，共同宣示打击犯罪的决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在是午后短暂阵雨、雷阵雨天气，温度28度到34度，落雨9有6成，海面边管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介绍收看7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